这个物件咱在去了解，毋是什么公司、什么什么元素电器，这个物件这个电器就讲，我有看到这个电器，健康人啊，因为教书，因为我对你读册，我对你读教育呢，而我看到你的当中。我的心平静，我的心足清晰，而我的心内底无作分，甲分的内底，就咁讲嘅，即健康就讲元气无我，元气无我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之相，这个元气健康，这个空的意思，我哋解释叫做定，这个解释我哋叫做清净，这个解释我哋叫做无染无量。但是在电器了后，咱就谈言啦，谈题，咱就去表演啦，咱就讲啦，对我口我就对口，对我口我就对口，对口我就该讲口，对我口我就该讲口无，安尼讲电器健康，迄电器拢偏偏去啊，迄就叫做定，是我真无有可能，迄个单一个三个三宝体，三个三宝体就是健康嘛，无上正就是健康嘛，空。你完全没有空来这种就是清净无染的意思。安尼啦元气，我们元气无好办，好办呢？爱人是。你元气，见到元气，你心是无平，你也是对你无那无健康，无清净，但无灵梦，元气无我嘛，元气无我像无人相，无众生相嘛，元气了后，那你知道。这才跟人家心有清净，所以跟元气健康，虽然元气健康它的含义是很广，你就元气健康都是无，你含的意思，所以你做这人，你元气健康，元气无我，元气先进入来这当中，安尼啦好，咱今日讲今天听我讲咱这个所在，这个都是在前进团里面好。感谢人们飞人道空，坤道空，一起一班，下午加五行三空，人道空，在空。感谢人生空，坤道空，在空，三空，感谢人生空，一起一样，下午加五行三空，全道空，在空，三空，在全空，送在人生空，坤道空，在空，三空。十架全人功，上下两人功。好，大家晚上好。